继续来看台北艋舺发生着杀人的事件。天道明一个外号“乌狗”的老大，伫一栋大楼的停车场，互两个少年呢剁断脚筋。两个嫌犯杀人了后，并无离开现场，是等警察到场逮捕。讲其中一个少年呢，是天道明不倒会大脑的客囝，伊的客爸过去甲这个乌狗的有扣分，总共是伊的客爸告白失，是毋是借机会要来复仇？警方爱个厘清。你趴下，你趴下，你趴下，我趴下。两个查甫人看到警方双手举悬，面对远镜顶门，看起来真冷静。这两个人才举家私抬伤别人尔，受伤的人就躲伫后壁立钱的所在。他就拿找别人对消费嘛，结果有两个人围追在后面，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就是要去把那个两个小腿那个脚筋砍断，然后出血这样，是缴费机旁边嘛，对，然后凶险就是在配件上直接被抓到。闹区西门町这处大楼不只有饭店，而且还有连锁火锅店，附近游客众多，但它的地下停车场却传出了砍人案件。监视器照到迄段两个人伫附近的大楼底下室咧设计，看起来早就有准备啊。受伤是外号乌狗的帮派分子，敢若因过甲天道明不倒会这大脑有冤仇，且迄一天是伊的告别式，就才拄好。下晡乌狗去台北市艋舺区一栋大楼停车场，要驶车时就被攻击。杀人的姓齐的查甫人自称是大脑的客囝，甲姓王查甫人伫停车场埋伏点外钟，甲乌狗的坐共一帮电梯到地下室就杀人。两个查甫人佫家己报警，等员警来。两个就为了土方的事情弄的，而且是先他被盗，所以他就耿耿于怀啊。对啊，他一直想要逃，但旁边的年轻人觉得，大家都被弄，你不逃到这种，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混啊？认为说一定要对乌狗报仇，要下手嘛。警方搜证发现讲，两个歹徒手机内底敢若律师的电话，无想要讲相关的案情，都要等律师到现场才会愿意讲。犯案动机，警方将继续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